美联社今年6月揭露，中国强迫东突厥散维吾尔妇女装子宫内避孕器，此举形同对维吾尔人进行人口灭绝。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在报道此事，中国所谓新疆政府则在9月回复相关问题，坦言维吾尔人因全面落实的计划生育而降低出生率，但未否认当地避孕器使用率增加。针对强迫结扎以控制人口一事， CNN 在9月21日表示，中国所谓新疆政府同月1日传真6页内容回复提问。中国政府强调，维吾尔人出生率降低是因全面落实的计划生育，坚称民众都是自愿接受该计划，否认强迫维吾尔女性装子宫内避孕器。根据统计显示，中国2018年平均每10万人有21人使用子宫内避孕器，东突厥散确实每10万人就有1000人使用子宫内避孕器，约占中国使用子宫内避孕器人口80%。美国非营利机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东突厥散专家郑国恩反问，自愿结扎的少数民族女性为何突然倍增？郑国恩先前指出，东突厥散政府2016年开始大增计划生育预算。在法国，一些反对党议员和维权人士呼吁抵制在东突厥散拍摄的电影《花木兰》。他们指出，中国当局已在该地区关押100多万维吾尔人，并进行种族灭绝。在生态、民主与团结党成员欧雷里安·塔谢的倡议下，国际竞选网站上的请愿书要求禁止迪士尼电影《花木兰》。请愿书提醒，迪士尼在影片结束时感谢吐鲁番市公安厅与中共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门。请愿书中说，吐鲁番公安局负责大规模拘押维吾尔人并实施种族灭绝，这些部门显然有罪。请愿书指出，该电影一部分场景在吐鲁番拍摄，而仅仅几公里就有集中营，而吐鲁番市公安局直接管理食物处集中营。议员和维权人士呼吁以抵制《花木兰》不在法国放映。中国公安机关部署天网等大规模监视系统，以保持对人口的持续监视，甚至在西北的维吾尔自治区，生物识别监测技术无处不在。但这些监控技术大都来自欧洲科技公司。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将在22日讨论是否强化监控技术出口法规。大赦国际组织因此发布报告，强调欧洲科技输出的监控技术增加危害人权的风险。大赦国际组织2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包括法国、荷兰和瑞典在内的一些欧洲科技公司仍持续出售数位监控技术给中国维安相关机构，甚至用来对付东突厥散维吾尔族和全国其他主要穆斯林族群，提升了严重危害人权的风险。大赦国际呼吁全面停止向中国出售进行监控的相关技术。中国空军发布可携带核武的轰 6K 模拟轰炸某基地视频。媒体指出，视频显示的该基地卫星图片和美国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无异。中国空军在官方微博空军在线上发布空军政治工作宣传文化中心制作的2分15秒的短片，以现实场景片段配合模拟的3D 动画，在视觉上营造出被中国媒体称为战神的轰 6K 执行攻击任务的全过程。轰 6K 从基地起飞后飞过沙漠和草原，一枚导弹飞过长空降落在一处宁海基地，瞬时间基地变成一片火海，空中腾起滚滚浓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片中有一个镜头是被轰炸基地的卫星图片，显示该基地为美军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最近，针对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访问台湾，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美国昨天表示，正在联合国授权下对伊朗国防部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实施制裁，并要求欧洲国家跟进。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因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伊朗合作，美国将其列入制裁名单。蓬佩奥向记者表示，由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伊朗的关系，我们将对他进行制裁。蓬佩奥还表示，美国对伊朗国防部长以及参加伊朗核计划的学者实施制裁。他表示，美国总统签署命令，将对伊朗采取实施单方面制裁，并恢复对德黑兰的武器禁运。